今年一度的七股海产节，今年将伫7月6号登场。中破西陈振东敬将澎湃七股七宝宴澎来记者会，互大家评判。到时8月24，特别伫七股盐山设开120桌，每一桌物超所得超5500块。提醒大家7月30 9点开始网络预订。另外，粉药体验为了避免资源浪费，今年首次收50块报名费，每一天限量3500人落水体验。各位好朋友，炎炎夏日从何去？到哪里来？就是一定要到七股来。七股有什么好玩的？大家可以知道，可以蒙拉甘塞口，也可以吃到满满的海鲜宴。在炎炎夏天，一定要清水，一定要到海边来。那来七股是最棒的事情。吃海鲜啊，这个路线游、那主题游都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事情。欢迎大家来七股海鲜节等你哦。七股海产节一直都是暑假期间热门的亲子活动，因为已经办出知名度，所以包括粉药体验、实地下湖顶农村深度旅游，报名真紧就拢额满。加上社区农渔特产的展售促销，毛市长委托伫这平台贵宾陪同，请民众把握机会感受七股的人文特色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